记主大人稍等，才一会儿就好了。世子放心，南彻定当尽全力为世子做好这顿饭。这顿饭反正也是给母亲大人做的，世子也未必会吃。你怎知我不会吃？这肚子里的问题没有100也得有80了吧？早就撑着了。你可是学了什么乱人心智的邪门本事？可是什么时候给我母亲下了迷魂药？那这顿饭总会有问题了吧？哎，世子放心，南彻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，放心哦。南彻的先祖曾经是宫中掌管御食的，饭中下毒这种事，他是不可能做的。莫说是他，就算是我要在这饭中下毒，恐怕他都跟我翻脸。那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法子，让我母亲有了这般变化呀？是母亲大人充分感受到了我对你的情谊。我同母亲大人说，我是活生生进的舒家，我要走，只能变成尸首给抬出去。总之，我就是那种离开你会死的人。哦，如此一来，是我母亲被你感动到了。莫说是母亲大人，就连我自己都被感动到。接主大人，有没有也很感动？我太感动了，别，你受得起，我佩服，我佩服。哼，还有些晕乎乎，想吃点清淡的。兄长，糊了。做你的饭去。哎，尝尝这个。荣清厨艺果然出众啊，可见苏启所言不虚呀。哎，母亲大人言重，合您胃口就好。呵，本想着吃完了饭之后啊，再去忙忙公事，不忙了，歇一歇。如此佳肴，当配美酒啊！荣亲帮母亲大人满上。这杯，荣亲敬您。来，若是母亲大人有雅兴的话，那荣亲愿为母亲大人抚上一曲。哎呦，那可太好了！我们家成儿啊，有你这样的主君，真是他的福分。哎，就是怕你过于操劳啊。哎，母亲大人这是哪里话？能为妻主大人和母亲大人抚上一曲，那是荣亲8辈子修来的福气呀！来，抱歉，昨天喝多了酒，有点想吐。你们继续，继续。已经在整理账目了，你倒是手快。哎呀，都是谨遵母亲大人的教诲，不敢怠慢。啊，这碧宇的先辈都行走于户部，论起算账，我也只能给他打下手。以后府内大大小小的账交到碧宇手中，一定是算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世子，少主君的东西都已经收拾仔细了。我也遵母亲的话，她让我们好好过日子，那便好好过。
今日就搬过去。兄长，这个账好好整理吧，若有不清楚的地方，等兄长回来。不，直接烧了。烧了。你死之后，就在这里向里面的人谢罪吧。我与你素无瓜葛，究竟有什么冤仇？而且和这里面的人有何干系？你为什么一定要对我下此毒手？毒手？你们慕容家下的才是毒手。沈总，住手！三姐姐救我！我说了，想要报仇，就从他开始。要杀他的人不是我，是你。只要你杀他明智，我甚至可以继续履行我们的婚约。不要！这是本世子第一次入庖厨。看得出来，但我看不出这究竟是什么菜。我特意问过厨子的，这个是，这个奇了怪了，怎么现在一个颜色？不重要，妻主大人有这份心意，我就很满足了。自打成婚以来呢，你过得很辛苦，本世子也该有这样的心意。况且，你现在已经完全倒向了我们舒家，这很好，我很高兴。妻主大人现在高兴吗？抱歉，稍等一下。怎么样？现在够高兴了吗？可以。那吃吧。你的母亲慕容瑜曾发誓要将家主之位还给他，是这样吧？是。那为何又将他赶出家门？你们从来没有想过皇位给他，是不是？你们为了霸占这个位置，还对他做了什么？自己告诉他。三姐姐，真的不关我的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除了他，还有他的生母慕容红。你的母亲又对他做了什么？够了！你说的话，我半点都不信。三姐姐，我错了，你救救我！我替母亲向你道歉，我保证迎你回慕容家。沈总，我再说一遍，你已经不是慕容家的人了。你若杀了他，先杀了我。你为了回慕容家，确实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我就是想回家，我有错吗？
你们慕容家迟早都会覆灭，一个个杀太麻烦，我会让慕容家和兰家一样的下场。我知道你有通天的本事，但就算是螳臂当车，我也要来呀！拿好，要么杀了我，要么让我杀了他。师兄，你先把他放下来！杀人，你敢吗？不要逼我！我本以为你是会变的，还给你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就真的是仇人了。怎么，不好吃吗？好吃，这是我一生中吃过最好吃的东西了。那就好，也不枉我的一番苦心啊。丘处大人，我觉得有些菜做熟了会更好吃。是吗？啊，我尝尝。这是七主大人给我做的，那理应我一人独享。莫不如此，七主大人若是想审问的话，那我们边吃边打，如何？也说不上是审问，只是突然间，你和我母亲的关系这么和睦，我心中不安。哪有七主大人会因为家庭和睦而心中不安呢？若是寻常人家，当然是以和为贵，但在这个家里，所以我想知道，你和我母亲到底做了什么交易？我是皇上的人，七主会恼我，而如今我跟母亲大人关系和睦，七主大人也会心中不安。你不想我站在皇上那边对付舒家，也不想我站在舒家这边对立皇上，因为皇上不会放过舒家，而舒家也必然不会交权。两虎相争，必有损伤。而伤得最重的，还是大楚的百姓。所以你一直在权衡两边，力求心安。为此，你一直在难为自己。什么交易，什么立场，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想做的事情。我想让你不再左右为难，不再顾及旁人，只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。你的心意，我领了。但是这件事情太难了。难的事情不交给我，你还指望谁呢？如今母亲大人那边已经不需要担心了，而皇上那边，我也自有安排。而你，只需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便好。相信我，我能做到的。只是，
现在不成了。旗主大人切记，以后做饭真的得做熟。吹牛做不成也不用这样吧？你这手段也太低劣了。不过有你这番话呢，我还是很开心的。宏渊，去给他把府医请过来吧。丹枫，你去把太医请来吧。是。很好，做得很好。你没有逞强报复，而是把来龙去脉告与为娘听，足见我儿成熟了。母亲，那个沈从身份肯定不一般，连同那个沈烨也绝非等闲之辈，孩儿不敢贸然行事。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，不久便会有结果。若是真有威胁，还需从长计议，小心行事。那三姐，不，那个逆子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还是要客气一些，告诉他，若要好好表现，我会考虑让他重回家门。啊，母亲啊！他在沈从的心里还是有地位的，或许真的有地方能用得上。你的伤好些了吗？皮外伤，不打紧。谢谢你们的安排，我可以回慕容家了。虽然迂回了一些，但或许更有趣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我是想报仇，但是我不会祸害家门。对呀，事后你还要做家主呢。其实，只要报了仇，慕容家与兰家的恩怨便清了，你我之间并无阻碍。慕容家和我们之间的婚约，你只能选一个。这是可以商量的。你既然态度如此坚决，为何又要来见我？或许，我想让你再选一次。对不起。哎，他给我，我真是。我们好像许久没有这么整齐的聚过了。兄长未恙，我们自然得来照顾。只是沈从这琴弹的烦乱的紧，并不利于兄长静养。哎呀，抓紧时间干活吧，管别人做什么呀？哎，我不要，不要。事情都做完了。其实他做慕容家的家主，只要他还是慕容家的人，我们就势不两立。即便是成了，也只不过是陌路人罢了。反正他选择了家主之位。唉，两个这么执拗的人，偏要一起做事，别拐弯了啊！哎呀，见过七主。好些啦。好。哎，好些了，但是还不至于到尝试第二次的地步。这次给你准备的不是吃食，也不能完全怪我。
我也不知道有些食物还有相克这一说，哪些不能生吃，哪些不能生熟相伴。况且是生是熟，我也是分不清的。好了好了，不提了。这次给你煎了药，有人指导，保证安全。来。可有人提醒过七主，这喝药也不需要喝得太饱。我盼着你快点好，所以多做了一些。来。但是这药喝完，我怕是没病也有病了。哦，那是我自作多情了。倒了吧。哎，别倒，这倒了干嘛？多可惜，留着慢慢喝，慢慢喝啊。这些是做什么的？好，本来想全部整理好了再请你过来看的，如今看看也无妨。这金色的是皇帝的人马，这红色的是舒家的地头。我母亲从不干预朝政，但是所有的奏折都由太学院备录，我自幼就随着母亲抄奏折，久而久之便有了这些见解，还请七主查验指正。这兵部的几个主事都是我舒家的人？不可能，他们明明都有着皇室的血脉。5年前，他们贪墨的罪证便已被查实，但家主非但没有怪罪，反而安排他们的子弟进入了军部，执掌军粮。不治理贪墨，反而助长。我舒家不会做这样的事。严重了，只是控制。至于此后能贪多少，如何行事，皆由舒家说了算。你住口！相关的折子和调动都在这儿，联系起来，便能洞悉一二。即便如此，也是我母亲另有安排，她迟早会惩治的。那些黄色的牌子上的世家，都是皇上的人。家主在布局，皇上也在布局。慕容家在青州有2个太守，并且曾与白家军协镇过边塞，但慕容瑜一直安排他们与大安国私通。通敌？皇上是知道的，且皇上也肯定，权臣养寇，皇上也可以，并且上次大燕国绑架你的事，慕容家也参与了。如今朝堂的势力如狼牙交错，看似平稳，实则也烂入了根基。你同我说这些做什么？以其主的志向，难道不想去腐除毒吗？我当然想了，可是既然想，那就做。我同七主一起，如何？就是纸上谈兵，做游戏而已吧。是对弈，是较量，也是下棋。总比在内官面前假装恩爱，受我撩拨要强很多吧？你还敢说？当着内官的面，你竟然敢拉着我肆意朝政？内官，此时我与七主大人在做什么呀？世子与主君在修睦恩爱，树下许愿，为陛下和百姓祈福，绝无僭越之事。上次你去了一趟欢楼，皇上虽然没说什么，但是却将休沐之期延长了1个月。这1个月，七主大人想怎么过？那个，像这样的奏折还有吗？我要回去做。
做一下功课。我稍后命人给你送过去。但是这一次，旗主大人可得好好准备一下，我可不会留情面的。这样最好。你没有背着我做别的事吧？咱们的大事就要开始了吗？我知道你很期待，但请你装得冷静一些，莫要惊扰到我家妻主。在他眼里，这只是场游戏，不是真的。好，那以兄长的气势，世子间的药，您怕是都要喝了吧？啊？说得好，你喝。啊？哎，不是兄长。你在探要看的东西太多了吗？是很多，唯独这件不用。那你说出来2件，让我陪你一块儿谈。我听到了一些关于我叔家的事，还是些见不得光的事，也听到了一些令人作呕的交易，似乎我大楚已经烂到根儿上了。还有别的吗？这2件事儿有点太大了，看起来挺累。那就探一下它的奇妙吧。听起来像是夸奖。不对啊，不是叹气吗？你怎么就开始夸他了呢？生气归生气，但他这次哄我的办法也算是新花样了。新花样？哎呀，一个游戏罢了。游戏？书城，你是不是最近生气太多，底线降低了呀？一个游戏就能把你哄好？书城，你清醒一点儿。不，虽然只是一个游戏，但是却正对我心尖。参见旗主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这就开始吧。旗主不必如此紧张，这只不过是一场游戏。我当然知道这是场游戏，但你也说了，不会留情面的，所以我自然要认真一些。我知道眼下这种平静是暂时的，总会有一天激化，到时必是血雨腥风。我一点也不可怜那些罪有应得的人，但这种斗争会有多少人含冤，有多少官员被迫站队，到时候伤及国本，连带百姓遭殃。如今的大楚，朝堂中毒已深，但是旗主在此，定能及时驱毒。我哪里有这个本事啊？我就是不想看到那些奸佞逍遥。我做不了主，控制不了局面，如今也就只能在这里纸上谈兵了。旗主无需多虑，就当是提前积攒经验。这游戏怎么玩啊？他们就是那些只想做事、不想争权的清流，还有一些未入仕途的世家弟子、各院学子。白色为清流，红色为书家，黄色则为皇家，以朝堂为局，这些为棋子，重新布出一个清明的局面。但是切记，一定要维持平衡，既不让自己失势，也要给对方留有余地。哦，你取下一个牌子，我便相应也取下一个牌子，保持平衡。看似是竞争，实则是合作，输赢都不成，这便有趣了。
臣以为此人可信，可以一试。老臣认为此事不可，还请陛下三思。孙琳娜，拿下来。这个。陛下，青州刺史一事，还望尽快定夺。不妥，青州乃大楚重地，不可轻易调换人选。陛下，臣以为此事还需再做商议。请陛下定夺。调慕容一家出京城，外送青州，如何？理由呢？调他们出京城，方便朝中暗中调查慕容瑜的罪责，远离朝堂，可以让他心慌。如此一来，可能会自乱阵脚。莫忘了，这新的刺史我们早就换了，你就不怕慕容瑜更加起疑吗？新刺史是嘉诚侯的后裔杨禄，此人虽有着皇室血脉，但是出自太学府，为人刚直，不属于任何一派。可他与舒家无半点关系，你敢用他吗？须知，青州乃慕容家老巢，他就是最好的人选。此人呢，远离纷争，却熟知百姓之事。他之前的请恩折子我都看过了，确实是个运筹的人才。有他和白家打配合，边塞无忧，百姓可得安居，一定能够掣肘慕容家。七主果然聪慧。禀报世子，兄长，家主着人寻世子去叙话。我去瞧瞧，稍等。家主好像有些着急。才刚过2天安心的日子，又得挨骂。去请三小姐过来吧，也差不多该开始了。是。见过母亲，您这是啊，晨儿来的正好。娘要去一趟青州。您为何要亲自过去？大安国兵临边塞，青州又刚刚任命了新刺史，这2件事撞在一起，娘不放心。孩儿休沐期间不曾关心朝政，敢问母亲，这青州刺史换了何人？嘉诚侯的后人杨禄，大概你都不曾听说。可他与舒家无半点关系，你敢用他吗？他就是最好的人选。最近局势诡谲，精卫营暂由你调度，记住，舒家为先。娘不在的时候，
对于那个沈烨，一定要格外小心。母亲放心，我对他一定特别小心。慕容家列祖列宗，护我慕容氏一族繁荣昌盛。吏部下了调令，我们全家要去青州。若是布置得当，或可封侯。恭喜母亲！若真能封侯，谁还敢说你不如慕容侯？青州新任刺史，与我们没有半点关系。而那舒柔，又要先行前往青州，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，总感觉好像有人故意张开了一个口袋，等着我们钻进去。之前就听那个沈从当着他的面说过，有让慕容府满门抄斩的本事。如今想来，是觉得不妥。看来此事，我们真的要从长计议。可是拿到了，还好我朋友多，不然不可能这么快。最近朝局变化大，新旧交替的官职多。不过这也不是秘密了。你怎么那么着急知道呀？看你以前多关心朝政，自从调入温柔乡不问世事之后，我们俩都很少聊过天了。若是我说，我这些日子在当皇帝，你相信吗？你是不是疯了？这种话不能乱讲。不，我没跟你说笑。以其主的志向，难道不想去腐除毒吗？既然想，那就做。我同其主一同做，如何？所以，你以为只是游戏，但是他把这些通通变成了现实。并非全部，但是关键的部署都是一样的。你们这闺房之乐，还真是不俗，玩的可是整个大楚啊！他究竟是什么人啊？竟然有这等通天的本事！我现在一点都不好奇他有什么本事，我想知道的是，他究竟要做什么呀？那慕容家被派往青州统领当地士族，这也是你们的安排？这只是第一步，恐怕刺史杨璐已经准备好了，而我母亲过去，只会让这件事变得更快一些。万万没想到，他行事如此猥琐。长此以往，我们慕容家的家风怕是不正了。要这盘缠，你能平平安安的活下去，哪怕是苟且偷生，也在所不惜。傻站着做什么呀？进来吧。见过慕容大人。怎么？你这是连母亲都不认了吗？婉清已被逐出家门，无颜再认你为母亲。这是在怪罪为娘吗？婉清不敢。此事，为娘也十分后悔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这就照各房议事，让你认祖归宗。孩儿谢过母亲大人。
就凭你顾念亲情救了飞鱼，你就是娘的好孩子。有什么话，咱们进去，当着列祖列宗的面说。走。不对不对，这明明就是场游戏，怎么可能成真的呢？他到底是谁？如此说来，去往青州果然是个圈套。母亲英明，这都是舒家的安排，而且，按照他们的意思，皇上好像要把咱们慕容家弃掉。腹背受敌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母亲，难道没有做过什么准备吗？母亲大人明鉴，孩儿一心为家门，并无他意。你这是说的哪里话？哪来的什么准备呀？母亲有没有想过取代舒家？舒柔当年可以辅佐一个新皇帝，咱们慕容家为什么不可以？母亲，若您愿如实相告，孩儿定当鼎力相助。为娘倒是有一些对舒家不满的朋友，做点什么事情，他们也是可以帮忙的。孩儿有一计，定能帮母亲事半功倍，如虎添翼。碧宇，你先离开，我与你家兄长有话要单独说。来，记住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吧，听得见。太近我怕挨打。我怎么敢打活神仙呢？我是特地来感谢你的，感谢你帮我完成多年以来的志向。在我这儿难如登天的事情，在您那里简直就是易如反掌呀，佩服。妻主何必挖苦我呢？没有挖苦，我真的是把你当成活神仙一样来敬仰。那敢问活神仙这是干什么呢？哦，我这不在算账吗？家主远行，内务大大小小的事儿，我得操持起来。不用忙了，别忙了，我们继续以朝为局啊！外面怎么都收拾起来了？我们继续啊！你让我再多实现一些，怎么样？这局你都知道了，再布也没什么意思。况且你做的已经足够了，足够了。还有一事，我不太明了啊。我母亲去往青州，也是你安排的？啊，这个母亲大人去往何处，我是安排不了的。不过我觉得她此刻离开京城是对的。沈烨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想干什么呀？我是你的主君，我想为你好。你少来这一套！你现在把诓骗我当成乐趣了是吧？我不管，我今天跟你拼了！妻主大人是第一世子，何必如此野蛮呢？我打也打不过你，说也说不过你，我算什么第一世子啊？我是第一傻子吧？我天天被你逗着玩。这第一世子这样有失身份啊！小气了？等我回去想清楚了，再来找你算账。这事儿没完。禀世子，慕容三小姐突然送来了急信。
一个个都争相出气，好端端送什么信？兄长，看样子三小姐已经开始了。今后的事，你就不需要参与了。你要行的是光明之事。见过世子大人。慕容婉清可在这儿？在的。让他出来吧，我要带他走。他最好此刻不是伤痕累累的。回世子大人的话，他确实在这里，但他不能跟你走。很好，那把你家家主叫出来吧。我母亲没有空。不仅如此，世子大人也不能走了。来人！你这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张，救我！你若是现在放开他，我就不跟你计较；否则什么？世子大人又要耍威风啦！以前我还记得，以后啊，不会了。怎么？你们慕容家要造反啊？世子休要妄言。慕容家忠君为国，绝不会造反。只是如今朝政昏暗，奸佞当道，我们慕容家要拨乱反正，扶持新君。就凭你们，慕容家确实势单力孤，但好在也有很多有志的朋友共襄壮举。都是些罪行外露、无处安身的宵小之徒，打算拼死一搏吧？世子就莫要逞口舌之快了。总之，第一世家，你们姓舒的可以，我们慕容家一样可以。你是要把我当成人质吗？我这世子当的可真是不易啊，多灾多难的。不仅要拿你当人质，还要让你交出你手里精卫营的兵符。不错，有了精卫营的加持，大事可成。当初燕国掳我，本世子都没屈服，你们算什么？这，要不你再想想办法，别冲动。若你们真的杀了他，我自会为他请身后哀荣。婉清啊，你安心的去吧。不是，就这么放弃了？我觉得事情还是有一点回转的余地的吧。母亲大人，不用再与他纠缠下去了，杀了他们一样成事。不可，朝中忠于舒家的势力不少，留着他有用。慢着。
把人给我拿下！是。只有兵符，精卫营的将领未见得会出兵。需不需要本世子再配合你一下？世子太聪明了，到了精卫营的地头上，或许会横生枝节吧。他们会配合的，只要我拿着兵符告诉他们，世子已经被皇上拿下，命我派兵救援，他们一定会相信的。你和他们是一伙的，不然我们怎么会知道你有精卫营的兵符呢？哦，刚才一着急，差点忘了。吾儿才是聪慧的，知道怎么样你才会交出兵符，又不会反抗，更知道如何才能让精卫营听命行事。为什么？我受够了在你的庇护之下，受够了你高高在上的样子。我也想享受你拥有的一切，我也想让我们慕容家拥有第一世家的荣耀。那我祝三小姐心想事成了。待我事成之后，他们自然会放了你。不要再他妈废话！今日我就要报了往日的屈辱。莫要无礼，好歹也是个世子啊。是。拿下。是。慕容婉清小姐执兵符入营，说是有要事相商。兵符怎么在她那里？难道世子出事了？你如此焦躁也是无济于事的。死后自会见分晓。你倒是有气度。都说你聪慧，那你帮我说说，我母亲为什么不带上我？你如果说的准了，将来我留你一条性命。或许她觉得看着我更重要。还有其他的理由吗？你就不想听点好听的理由吗？非得再问一遍？我让你说，那或许他觉得你会坏事，毕竟你属于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的那种。你当你还是那个世子，还可以随意羞辱我是吗？莫急，还有另一种可能。还有。母亲，怎么样？精卫营已经将禁军控制住，并将他们悉数引到外城。好，那我们偷袭内城，记住，生擒大皇女，扑杀魏云兰。母亲，就这样直接弑君，是否不妥啊？哼，这样的事，他魏云兰做过。舒柔也做过，这都是跟他们学的。来人，在，放响箭。是。让其他世家策应，尽快控制京城局面和朝廷要员。听明白了吗？若是你们能控制得了局面，那我就是压制住其他世家和威逼我母亲的筹码。但若是这次你们慕容家没有成事，那我就是你逃跑的护身符。换言之，这是你母亲对你的疼惜。不可能的，不可能不成的，未必。总有一种人
是在你意料之外的。而这种人说不准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，很可怕的。这是我最近的体会，就当送给你了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在吓唬人？我真的没有吓唬你。我们家里就有这样一个人，虽然我看不透他的心思，但是我知道，他总归是不会看到我出事的。何人在此？沈从，哦，另外一个名字可能会让你更有感触。我叫蓝星。蓝星，母亲大人，可能是亏心事做的太多了，记不得了。你，这是前礼部蓝家的后裔蓝星，是我未过门的储君。你这个逆子，竟然背叛我！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原本该是我兄长恭候的，但他有更要紧的事。况且，我在这里也是合适的。毕竟，我才是那个最想杀掉你的人。兄长让我给您带几句话。他说慕容大人为人险恶，志大才疏，却还有谋反的胆量，他多少是有些佩服的。另有一忠告，还望大人谨记。若下辈子还能投胎为人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吧。来人，将这个逆子，还有这个狂徒，给我斩首祭旗！我刚刚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十分清楚。我也是相信的，但我就是想要杀了你。我看你不仅是冲动，还十分愚蠢。哼，你懂什么？我这叫自断后路，一直往前。我慕容飞羽只赢不输，谁挡我的路，我就杀了谁。我没有拦你的路啊，杀了你，已是我的决心。你是真的有点蠢。我都说了，重要的不是输和赢的那件事，重要的是我家里有个人，他不准许我出事啊。世子大人这是在暗示我不要杀了你吗？唉，虽然我一直看你不顺眼吧，但是我真的劝你听我的，我是为了你好。谁来都可以，我慕容家为了起事，已做了万全的准备。此处可是有重兵把守。都过了这么久了，外边有动静吗？阁下动手之余，也麻烦动动你的脑子。你们起事这么久，这外面这么安静，世子大人想听动静呀。好啊，那我就命人将你乱刀砍死。来人！来人啊！你别再喊了，喊来了那个人，你真的要吃亏的。世子吃晚饭了吗？还真是有些饿了，可带了吃的？我特意为您准备了宵夜。都这般境地了，你还有心思做宵夜？世子的情况我了如指掌，不会让您出事的。都给我住口！来者何人？我真的有些饿了，进来吧。夜深了，吃点清淡的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在跟你说话。这是给你煮的粥，来。在下苏荣清，
之前见过。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叫沈烨。嗯，这事儿也算是机密，你就这么随随便便说出来了，让大家都知道我娶了个小官。我跟他说这件事情，肯定是没想留他性命的。你就别再喊了，你刚刚都把他喊来了，还想喊来谁啊？七主说的有道理啊。你别告诉我，这件事，你从头到尾都参与其中。我就先不跟你说话了。来人！来人！来人啊！三姐姐。成，你没事吧？你也别告诉我，这件事是你们俩联手安排的。那咱俩就先别说话了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我母亲呢？我母亲呢？你敢打我？我打你是因为现在还不是杀你的时候。你很快就可以见到你母亲了。都是你的阴谋，鼓动我们起事，困住舒城，都是你的阴谋。总算是反应过来了。你祸害家门，你这个畜生！畜生！我看你说的是你自己吧？这样的家门，我还真要祸害一下了。你！来人，把他带走！慕容婉清，我饶不了你！放开我！成，你没事吧？没有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成，那个你听我说。我累了，有什么话，等我睡醒再说吧。哎，好主意，那我们睡醒了再说。走。我们之间的话。等你死了再说，也无妨。那我，世子早就该睡醒了，兄长不去请安吗？不敢呐，七主大人此时正在狂暴，我还是先求自保吧。现如今，慕容家已如砧板上的鱼肉。我将他一并交给你处置，怎么样？谢过兄长。你打算怎么做？程程，你就不要生气了。你要打要骂都可以，但是能不能不要不说话了？是我利用了你，让你身处险境。你要怎么样，你就随便来吧。但是你可想好了，你这箭要是射过来了，你可能就会失去你最好的朋友。回兄长的话，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他吧，我不再插手。你可想好了？你只需要一句话，就可以灭了慕容家满门，报仇雪恨。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如果只是简单的屠掉慕容一门，或许会得到一时的痛快，但对于他而言，
可能是一生的苦。这种苦，我知道，就别让他吃了。我相信他会给我、给兰家一个交代。你曾经说过，复仇是你的一切。是。那把一切托付给另一个人，是什么感觉？兄长不也是把自己的一切都托付给世子了吗？我的情况有些特殊，不过现如今，你要在你的心里装点别的东西，比如一个可信的人。你来真的？这次不算，再来一次。罢了罢了，你要是生气你就来吧，但是你得答应我，不管结果如何，你都不能再生我的气了。1、2，等一下，我不玩了，不玩了。大不了你就生我的气，大不了我们就2年都不再见了嘛。做了这么大的事，以为你能有多大的变化，怎么还是这么猥琐啊你？我都以为我要失去你了。你要把我勒死，你就真的失去我了。我之前做的事情是很有把握的，才不像刚刚那样生死未卜。很有把握？你的意思是，你很相信沈爷？哎呀，我这不是总要试一试吗？要不然我就一点申冤的机会都没有了。程程，你现在说话了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发誓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向你说谎，不管什么事情。只是说谎，避重就轻啊。你是我最提起的朋友，你能报仇，我很高兴。我生气的是，你为什么不找我帮你报仇啊？是沈夜不让我找你的。你什么时候这么听他的话？我觉得他不告诉你是对的，他跟我一样，不想你涉险。而且你以为他是什么白白做好事的人啊？他确实是帮你报了仇，但他以后肯定会在你身上再讨回什么便宜的。程程，你这样说你家主君合适吗？那你告诉我，你知道他想要什么吗？那我哪知道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就敢跟他合作啊你？我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他跟我保证，他不会让你受到半点伤害。这次的事情牵扯出不少人，凡是参与的，哪怕只是无意参与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原本平衡的局面出现了缺口。我看啊，这就是他一箭双雕的另一只雕。你的意思是，皇家和你们舒家要重新争地盘？这次调动的精卫营和禁军也有相应的调整。
借机控制了部分将领，为真正的谋反做准备。真正的谋反，他看似是在平息逆反，实则是在制造乱局。趁乱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制造这种乱局，不就是想要大楚的江山？难不成他一个男的想当皇帝？我也觉得匪夷所思，可这就是最合理的解释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拖住他，拖到我母亲回来，拖到皇上。不是，你也不能告诉别人他想当皇帝吧？我当然也不会伤害他，但也绝对不会让他得逞。如何？这身衣裳，世子应该不忍责罚我了吧？这般是讨喜的风格。但兄长如果能够严肃一些，换一副表情可能会更好。老是这个样子，我觉得世子还是会想打你。这样如何？兄长还是换回之前的表情吧。我觉得这个样子，世子会打得更狠。出发停顿。见过旗主。你等一下。兄长见谅，沈从告退。吹走他！我正要去找旗主，没想到您自己来了，真是心有灵犀啊！是吗？我也这么觉得。真的吗？我还是不太想撒谎。听闻是你教唆慕容一家谋反的呀？啊，我就是扫除祸害，为那个三小姐跟小丛报仇。那慕容一家绑架我的事，也与你有关喽？我请旗主责罚。又要谋反，又要绑架我，你好辛苦啊！多谢旗主体谅啊。那既然这么辛苦，那我们出去吃顿饭吧，我请客。好啊。要不然，你还是正常一点吧，否则还没吃上饭，我就要吐了。正有此意。旗主大人请。怎么回事？回三小姐，有人拦路，您下来看看吧。这大白天难不成是刺客？沈从，怎么，你又要来行刺？我想送你回家。那你刚刚可以直接上车的，而不是拦在这路中间，像个刺客。那你还没问我同不同意呢？哇！旗主
是要彻底把我赶出家门？吃个饭，别紧张。吃个饭也不需要来这儿吃。你放心，我带钱了。这等于左金右珠花的还是咱们自己的钱。哦，那就直接不用结账了呗。走吧。啊，哎，见过世子大人，见过兄长。也算是故地重游了。不过你们这几个家伙是真懒，这凤楼哪里还有京城第一欢楼的样子？其实我也并不是一直想做个小官。既然有了这个名头呢，那就要做好啊。准备一下，我要和你们兄长吃个饭。是。恐怕又有什么新的手段，赶紧准备饭去吧。是。你气色不错。不，我此时有些紧张，想必神色并不好。啊，你比我还要紧张，呼吸都加重了。我有什么可紧张的？想必心跳是极快的。不用他，我快，行了吧？所以，你我之间谁更紧张？我紧张，我紧张。松开我。谢谢。别紧张，往后我们还要合作呢。合作是指？我们已经成婚，那再起个心腹也是合理的。合理。此事还需要时间，但是自立门户也是要加紧。况且入朝之事还没定，我又不想闲着，那就把自立门户和开创一番事业的事一起做了。妻主是指不能入朝，那便入仕。我们一起把这凤楼经营好，再创它的辉煌，如何？不能当官就开欢楼，是这意思吧？反差有点大哎。来。喂，即便我邀请你进去坐坐，你也是不想的吧？那就送到这儿吧，谢谢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一切都听世子安排。哎，不会打扰你们做生意吧？哎呀，世子啊，您这说的是哪里的话？您能亲自涉足欢场，那我们还做什么生意啊？是啊，这最好的小官都给您了，
我们就当休息休息。不情愿。能为世子效劳，吾等无上荣光。这么整齐，排练过吧？来真的。打造天下第一欢楼，你是很有成就感的。要做呢，就做大一点。人我都给你带过来了，还有，没人知道你是苏荣清。此刻，你就应该做一些沈夜该做的事。有劳大家，待我离开之后，可以大肆宣扬，本世子有家不回，就是要与沈老板在这儿经营凤楼。哦，说是与他厮混，也是可以的。不敢。有什么不敢的？就照这么说啊！小的们先告辞了。来，等会儿。这些都是你们的人，到我们这儿，那这钱得算你们的啊。沈楼主，这些人送来，都是来给凤楼赚钱的呀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世子大人处事不公啊？你是不是找事儿？不是。那我算钱了啊，1000两、2000两、3000两、4000两、5000两。入戏真快，都听你的。婉清啊，婉清，婉清，见过2位姨母。马上就要做家主的人了，不必再行此大礼。是啊，这孩子如此忠义，将慕容一门交给他，我心里呀是放心的。是啊2位姨母何出此言呢？原本你母亲就是家主，对呀，有你承袭，合情合理呀。他现在在牢里，况且……哎，别提那个不忠不义的谋反之人，若不是婉清力挽狂澜呐，咱慕容一门现在被他祸害殆尽了都。可不是嘛，我们几方商量过了，这个家主由你来做。至于慕容瑜和他的女儿嘛，逐出家门。对，这2件事儿啊，赶紧办。可是皇上说过了，这件事情只处置他们2个，不会连累家门。哎呀，那还不是因为有你吗？我早就看不惯慕容瑜的所作所为了，趁此机会赶紧逐出家门。哎，对，不能拖。 2位姨母是担心夜长梦多，陛下反复吧？所以才更需要你嘛。2位姨母可能忘记了，此刻婉清才是那个被逐出家门的人。严格来讲，这慕容家的事与我毫无关系。哎呀，不是啊，婉清，慕容瑜当初将我逐出家门的时候，想必也是知会过2位主事的吧？你们的意见也是这么同意的吧？ 哎，婉清，婉清，婉清，慢慢说嘛，婉清。看来这日子以后没法消停喽。这是一定的。世子把两边的房子都买下来了，扩大规模，是要将凤楼做到天下第一。哎，你说这世子肯定要用心打造这幻楼事业了。 你这脑子啊，他都看不下去了。你以为世子是真的要搞这些吗？他就是想拉着咱们兄长一起搞事情，让兄长让我们都无暇去做其他的事，然后等到舒大人回来，重新掌控局面。啊？那兄长好不容易走到今天，眼下正是关键的时候，不会功亏一篑吧？兴许。 到了兄长该翻脸的时候了。翻脸啊？他会吗？牡丹，你说他会吗？难说。兄长心中的大事，总要更重要一些吧？
沈从呢？这每次找人商量事儿，总是不见他人影。你可别去烦他，他有他的大事要处理。兄长允许的。愿意来坐坐了。这次可也是要来杀我的。想过。你们家的事儿跟我脱不了干系。若不是因为我们的婚约，慕容家也不会因为害怕连累而落井下石。但你并没有做错什么。这桩婚约也有我的份儿，我也该恨我自己。原本想着杀了你，然后自我了结，但现在我想，也许让你活着，我便也有了活下去的理由。偷偷告诉你一件事，其实我挺喜欢活着的。那你想不想与我一起活着？今日我去祠堂内给祖先们添了灯油。自从我生母过世之后，我便再也没有做过。这可不是谁都能做的。如今，我离那个家主之位只有一步之遥。我随时可以坐上那个位置。恭喜。可不知为何，总觉得自己如果当了这个家主，会有点对不起你。你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，现在你来告诉我，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？大胆的说出来。比如说，让我放弃家主之位，因为你不想跟慕容家再有任何牵连之类的。我能理解，特别能理解。累了一天，休息会儿。之前怎么没注意？你这房间布置的也算是雅致嘛。哼，你敢哼我？别装了，你不气吗？我何时生过你的气？我是想，我所有的，包括时间，都是你的。但你无论做什么，抱歉，我都不会让你做成的。那不管妻主想做什么，我都会想尽办法，帮你达成所愿。我保证，我会好好经营这凤楼，
制定一个长远的计划，从此让凤楼的欢楼事业更上一层楼，如何？你确定？戚主莫忘了，此时此刻我可是凤楼的老板沈烨。真的差点就忘了，沈老板可是差点就成了大安国的南后啊！是我耽误你了？嗨，这大安国哪有大楚国的风景好呢？若是没有大楚，只有我呢。那可能我会更贪心一点。婉清，见过二位姨母。快起来，今日啊是你认祖归宗的好日子，不必拘礼了。是啊，快去向祖宗叩拜才是啊。既是好日子，为何三姨母和五姨母迟迟不到呢？他们人在路上了。是啊，我看二位是心存疑虑，不敢出席吧？什么时候慕容家的家风变得如此猥琐了？还是他们打心底里不认可我呀？他们哪敢说不啊？你要是觉得家风不严的话，日后啊怎么整治都是你说了算。这件事不着急，但有些事情还是提前说清楚比较好。你说，这家主之位自然是你。哎，只是你一无嫁娶，二无子嗣，我们商量想给你过继一个女儿。二位姨母该不会想的是，等事情平息之后，再找个方子将我慢慢毒死吧？就像对我生母慕容红那样。哎呀，此事与我们无关呐。是啊，是啊。二位姨母对我生母的死好像并不惊讶。慕容瑜与几位姨母乃是同胞姐妹，与我那生母并不亲近，但是也不至于下此毒手。此事确实与我们无关呀。对呀，无妨，总有我调查清楚的时候。既然你有如此心性，这家主之位就需再议。议？怎么议啊？还能议吗？此时此刻，这里谁说了算？你们看不出来吗？你这个逆子！慕容婉清，你别忘了，这府里上上下下没有你的人，大不了一拍两散。来者何人？慕容瑜和慕容飞羽是被我擒住的。有人告诉我，慕容一门的生死，皆由我定夺。你们的命，其实在我手里。坦白说，我真的很想杀掉你们。哼，给我绑起来！我可以让府内上下没有你们的人，甚至没有人。二位姨母不要生气，这个家主之位，我并不打算要，而且我也没有打算认祖归宗。做这个家主是我生母的遗愿，但做了这个家主，就意味着我要一辈子守护慕容家，保护慕容家，没有退路。可是这个家族糟透了，也脏透了。我本来还打算拯救一下他，算了，如果一定要辜负，我宁可辜负死去的人，也不负活着的人。只有不做这个家主，我才能好好调查清楚究竟有谁参与了谋逆，谁该为我生母的死付出代价，还有所有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我都会调查清楚。我与你一样，都没有家了。
还不过来？见过三小姐。你怎么在这儿，苏公子？西主让我在此恭候，接下来，我只能是沈宴。那我现在，请吧。那外头都是你安排的？他领着那几个家伙站在门口，确实是能招揽几个人。确实啊，这让自己的主君招揽女客，你也是前无古人了。他还是这个样子，比较招人喜欢。那是，这不仅仅是招你喜欢吧，也招别人喜欢。无所谓了，我倒希望他就是个小官。那你能不能别捎上沈从啊？怎么，和他有眉目了？你不愧是成了亲的人啊，居然这样问！你以前断是不会这样想的。哦，你也觉得我堕落了吧？慕容家的家主，我不做了。为了沈从？不是，我是为了我自己。真的？好吧，就有那么一点点他的原因。大可不必，大可不必啊！要是我不信慕容，我们说不定还有一点可能。那接下来，三小姐可能就会觉得一叶障目了。啥意思啊？来，来啊！都见过三小姐。见过三小姐。有没有一种感觉，沈从也就那样？沈从是谁啊？碧玉。所以我们都是被赶出来的吗？现在凤楼都是世子做主，听他安排就好了。那既然听世子的，干脆我们就进去听差遣吧。毕竟也有些冷了。背弃兄长，不太合适吧？想来，现在兄长也不敢和世子生气啊。牡丹，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点吗？不会说话。要不我把他们都变得像你一样，给堵哑了。兄长，可不关我的事儿啊，是他们说的。做兄弟是不是得讲义气？苏荣清拜见诸位贵人。别，我们可不是什么贵人，我们是跪着的人。就那种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的人。是啊，劳烦您跟世子说一声，我们可能想做个好人，读书，学理，想黎民百姓，问江山社稷。对啊，求世子给我们一个机会做好人吧。这件事情恐怕还得劳烦几位亲自去跟他讲了。你当我们说的管用啊？那要不再等等，等一个更会玩的人出现，说不定他就能放你们一马呢。还有比我们更会玩的人？怎么可能？莫说这京城，整个大楚国还有比我们更会玩的人。对啊，天色不早了，要不我们先进去，看他能玩出什么新花样来。对，进去瞧瞧。请。明天再做个好人。
这是想和人比试一下？你觉得如何？不鸣则已，一鸣就惊人，厉害。这应该可以激起他的胜负欲吧？让他把心思都放在这儿，一切等我母亲回来再说。可是，目前都只是你的猜想，会不会有点小题大做呀？这种事情无法认定，只能防范。见过各位贵人。你请那些大玩家都不算新鲜，人家请的可是大玩家的嘛，这多新鲜，这个太新鲜了。书城，见过各位大人。见过各位大人。你生日的时候见过沈家兄弟，这次要来再见一回。诸位大人，此间来逛欢楼，怕是不妥吧？是啊。要是被御史大人知道了，我们就麻烦了。无妨，他呀，一会儿就到。原来如此。你第一世子开花楼，人家当朝大员逛欢楼，也没什么不同。诸位大人，各位的千金也大多在此，这要是传出去的话，只怕是不妥吧？欢楼无大小嘛，刚好可以增加一下母女的感情。说的也是，那今日就有劳沈老板了。那只火绣舞可让我们好生惦念呢。啊，是啊。诸位大人，请。请。请。没想到你家主君这舞姿真是越来越媚了。哼，好看吗？好看，你再多看一会儿吧。你说这辈子有几次机会能看到第一世子的主君跳舞？好像还挺多的，而且都是你创造的。你该不会还没制住人家，自己就先生气了吧？我没有。那我就告诉你一点更刺激的消息，你的那众少年都在说，要是他们这辈子能有沈烨的一半，他们就知足了。你看，现在都忙着给他鞍前马后呢。他就费了一点力，就把你的人马全部都给收编了。是我轻敌了，没想到这家伙竟然如此媚态，如此卖弄风骚，还能如此收买人心。真的吗？这几日你亏了很多钱，而且丝毫不见迹象。就没有一点好消息吗？这个是有的，
你家沈烨赚的比你亏的要多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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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，恭喜你！我谢谢你啊。你不是一直说我很有经营欢楼的天赋吗？你确实很有天赋啊，那怎么会成这样啊？这就很简单了，天赋极佳的对手嘛。哦。刚好泡了壶新茶，沏主尝尝。都说夫妻之间要有争执，是这样吗？我可不敢。哼，你最近做的不错，但我有点生气，想故意找个由头和你吵一架。一般这种事情，不需要提前打招呼吧？我懒得找由头，直接告诉你了。沏主果然不同凡响，但就在这儿吗？我懒得跟你吵，也不会争吵，所以我找了些帮手。沏主找了什么帮手？精卫营的人马。不是，沏主，一般夫妻之间的争执也用不着动用军队吧？我劝你也多准备一些人手，不然这个争不起来也不好看。沏主大人，世子发令，等。是。这是什么吃法？我跟北方的牧民学的。看上去有点敷衍吧？但它味道挺好的，没想起了争执还能一起吃饭。争执归争执，吃饭归吃饭。我要吃肉。我们现在这样，还挺有爱的。那主君的人马是否到了呢？必然是到了。难得沏主有此雅兴，我自得奉陪。如果我赢了，你以后不许再登台献艺，只能在旁边看着。有你在，我没有发挥空间，也想不出更好的法子。只是如此吗？沏主看似在胡闹，实际是在测试自己是否还能调动精卫营。精卫营的人马我没有斗，还是你呢？那主君的人马来自何处呢？有些是来自君子堂，有些是暗廷的。你真厉害，竟然还收了些暗廷的人。是全部。我现在是暗廷的首领。想不到我的主君，竟然是暗廷影帝啊！也不算。我收了暗廷，主要是想以后再也没有暗廷，也再也没有影帝。我保证。可真是志向高远。那请问您
还有更高远的志向吗？世子有令，只分胜负，不伤性命。公子有令，勿伤他人性命。你我之间的争吵可以点到为止，但是事关江山，却是血流成河、尸积如山的事。你知道我要这江山？我知道。那你可会阻止我？全力以赴。行了，让他们都住手吧，我们认输了。世子说怎样便怎样。是。公子有令，全部退下。凤楼经营的怎么样？其实不打紧的。我知道。主要是想我抽不开身，去做谋反的事情，对吗？但七主已经赢了，想怎样便怎样。喝点酒吧，我想听真心话，可以吗？来。我们来做个游戏。七主好雅兴。你这东西是真小气，以往我们游戏，你都不带给彩头的。本世子是何等的身份啊？这彩头，我来给。什么玩法？很简单，我问，你答。若是我觉得你说的是真话，我喝一杯；否则，你来喝。好。开始之前呢，还是要客套一下。沈烨，以往你对我的好，我心领了。如今，我只求你可以坦诚待我。当然了，你肯定会左顾言他。我向来不如你灵光，只求你别再把我当个傻子。第一个问题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你是想问沈烨，还是苏荣清，还是尹帝？你身份太多，我都替你累得慌。对，身份是有点多，有时候我也忽然迷惑。但是我认得一个观点：你是我的妻主，我是你的主君。这件事情至死不渝。我还能相信你吗？你不只想要当着安亭影帝，不止。那这大楚的江山势在必得。痛快。可还有回旋的余地吗？
知我的立场是什么？知道。你是要守护天下安宁。本世子的能力有限，与你相比，我就只有个世子的名头。但我还是会拼尽全力的阻止你，哪怕要手刃你。西楚大人坦诚。我们就只能是敌人的关系了吗？什么相守相伴，什么白头偕老，到头来就是一场空话，对吗？你我的事，与你要谋反一事有关系吗？有。哦，罢了。原来我就是其中的一环啊！我根本没有那么重要。你想要谋这江山，那就去谋啊！你为什么要来招惹我呢？我们素昧平生，有朝一日，你死我活也可以不用留情，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步呢？你要江山，你为什么要来诛我的心？你不是一直想要喝这合卺酒吗？来，今夜我们依旧是西楚和主君的关系。沈夜，你说你的一切都是我的，对吗？对。那我要你的命。闭上眼。
还是你厉害，这么沉得住气，是知道我不会杀你吗？别装睡了，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安排，但是我要去找我母亲，带我们重新回到楚都，就是你我刀兵相见的时刻。沈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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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人，快来人！沈夜，快来人呐！世子，去寻个大夫来，快去寻个大夫来！世子莫慌，以主君的功力，一时半刻要不了他的性命。他的事你怎么会知道？快去！你知道他怎么了？回世子的话，主君是中了毒。是你下的毒？南风自幼跟随世子，怎敢给主君下毒？那是谁？是舒大人。主君与世子结合，导致毒发，这是主君与舒大人的交易。那咱们不妨谈个生意吧。你是说，你打算站在我这边，一起对付皇上？我只是想保护好他。你处处都在拿成儿说事，很难让人放心呐。主君为了不让您左右为难，为了能够留在您的身边，这才吃下了毒药。说下去。此毒名唤相思，只要主君与世子日日相伴，日积月累，便可发作。这与我有何相干？相思之毒，由红豆诱发。世子可曾记得，自世子成婚，世子的面脂和唇脂皆入了南香红豆。不管他是苏荣清还是沈夜，都已经是我们舒家的人了。所以他离我越近，便是离黄泉越近了。舒大人所做之事，皆是为了世子好，怕世子为了主君扰乱了心性，忘记了舒家世子的责任。红豆和你，都是我母亲设的局，不禁好手段。沈夜，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？世子大人，南风有罪，但请世子稍后责罚。舒大人有话，如若主君毒发，请世子去青州与他会合。可现在主君毒发未死，舒大人命世子自行决断。大胆！我要带他走，还轮不到你们来阻拦。回世子的话，兄长有恙，昏迷不醒，吾等应当用心照料。如若世子一定要带兄长走，吾等誓死追随。若是这两样，我都不答应呢。如若世子不允，就休怪我们无礼了。我看谁敢！退下吧。师从，这是兄长的意思。兄长有命，若有一天他无法做主之时，我等都要为世子之命是从。世子若要带走兄长，
我们不应阻拦。世子请。多谢。将沈烨带下来，随我离开。是。我们就这样让他带走兄长吗？相信兄长，这是他的安排。我们只管做好自己。什么？造反？这是荣清亲口承认的。成儿呢？你让他带荣清来见我。此事关系重大，他娘又不在京都，这个主我来做。舒城已经带着他离开了。胡闹！如你所言，我儿此时生死未卜，舒城竟然连个招呼都不打，就把人给带走了。就算我儿有千般的不是，他也不该私自处置。老师息怒，舒城已命学生如实禀告。他分明就是知会我一声，在你们眼里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师？舒城说他会照顾沈烨，既不会让他坏事，更不会让他出事。这口气，哪里像是对我这个老师说的话？老师，舒城不仅视您为师，更视您为母亲。他还说，此时此刻，请母亲大人以天下为重，以朝局为重。我知道了。这孩子此时还能说出这样的话，足见其心智超然。明日你随我一起入宫，我们一起面圣。禀报世子，主君脉象奇怪，时而极弱，时而波澜。你就告诉我，他还能不能活？主君内息正在挣扎，就如一场水火之争，结局难料啊。那你就去调他的脉息啊。主君的脉息实属罕见，不敢随意用药，最好等他平稳些再施针用药。你的意思是？我什么都帮不了他，只能靠他自己了。世子莫慌，主君吉人天相。你不用跟我说这些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学生见过老师。陛下还是不愿意见我们。是啊，一连几日都是称病于宫中，谁也不见。陛下的身子是真的微恙吗？陛下心思重，应该已经察觉到了异样。此时，怕是谁也不会相信。那我去找舒城，告知他。稍安勿躁。荣清已经被成儿带走，不会起什么波澜。我已经给陛下呈了折子，再给舒柔去个手信。只要他们君臣见了面，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难道老师要把沈烨的行径如实告知吗？能有什么办法呢？大不了为师一起承担就是。你就安心的在府中住着，等消息吧。可如果我在府中待着，就无法得知沈烨的消息。老师，您不会担心吗？成儿说的对，一切
以大局为重。府医说，这几日你的脉搏似乎平稳了一些，但也只能用这些药酒给你擦拭身子，助你血瘀。府医还说，不知道你能不能醒过来。你醒过来好不好？醒过来看看这里，这是晚清送给我的园子，说是成婚了之后，若是我气恼了，就来这儿散散心。他还说，养个外室也是可以的。他这个家伙呀，真是占尽了便宜，用这个园子换了你的病残破，也换走了你解毒的机会。要不然，我哪天把他抓过来，放他的血给你喝，好不好？也不知道他跟沈从同房了没有。若是同了房，他的血可能也就不管用了吧。说到底，还是我害了你。沈烨，这样好不好？你若是死了，我就陪着你一起死。天涯海角，我陪着你。阴曹地府呢，我也陪着你。天涯海角就好了，去什么阴曹地府？你醒了，红颜，快去叫府医过来。是。我们都已经同过房了，刚刚你还说别人，不许说那件事。醒了就好。我就知道你会醒过来的，像原来一样。你这个人有9条命。我好了一半身子。真的只能这样了吗？能把毒逼至双腿，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。对不起。你说对不起干嘛？明明是我把你抱上床的，要怪只能怪我垂涎其主的身子。还敢这么说？明明是我要了你。其主是哪里学的这些虎狼之词啊？
都成这样了，还如此轻浮呢？嫌弃我了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会照顾你的，你相信我。禀告骑手大人，我只是双腿废了，其他地方还是无碍的。你想什么呢？我说的照顾你，是说你以后去哪儿，我都会推着你。既然这江山要不成，就勉强要一个我吧。在我心里，你比什么都重要。他怎么会有这些东西？因为兄长是当朝的皇子。书城说的果然没错，这地方原来是藏了这么大的秘密啊！这样的房间，除了日常的巡视之外，我等自然有守护的责任。兄长有交代，擅入者，杀无赦。吃点东西吧。所以说，沈烨真的是当朝的皇子啊。这么一来，那就很多事情可以解释得通了。可他既是皇子，为什么要造反呢？这么重要的事情被我知道了，是不是要杀无赦呀？兄长吃了太多的苦，一直被利用、被背叛，他做的都是对的，而且他的意思是，机密之事不可外泄。我现在将你看管起来也是一样的。况且，
况且我也不忍心伤害你啊。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走，带我去找书生。不必了，兄长的情况现在不明，还被世子带走了，已经没有危险。有些事，等他们回来再说吧。当真？那你看着我的眼睛说。切，你这说谎的功力远远不如沈烨啊。兄长从来没有骗过世子，只不过有些事情他没有说清楚，世子大人也从来没有问起过。你让他怎么问啊？见面第一次就问沈烨，你是不是要造反啊？你总是这门嘴利，我不想同你争辩。好，那我就问的直白一点，现在是不是一切还在沈烨的控制当中？他是不是要继续造反？而且老师也在帮他，对吧？你不想骗我，所以你干脆不跟我说话。你行，你可知道我为何要闯入沈烨的地方？那是因为书城现在还心存疑虑，他相信事情不会有那么简单。所以我更不能让你去。那你有没有站在书城的角度考虑过？我只会站在我兄长的角度，永远。那这样对书城公平吗？沈烨连同你们一起欺负他，这对他公平吗？兄长所做之事都是为了世子大人，是不是为了他，得由他自己说了算。哎呀，书城在沈烨心里有多重要，你知道吗？若他们真的结了一生一世的仇怨，怎么办呢？你要是真的为沈烨着想，就不应该眼睁睁地看着事情变成这样。我相信，在沈烨心里，书城永远是最重要的。这些天你气色好了很多，等你再好一些，我们就一路南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南疆的地方我也熟，到时候我们就坐船沿曲江而下，一路群山好景，美不自胜。差点都忘了，南疆你好像还有个什么相好，叫什么来着？那些都是谣言，谣言不重要，反正到时候见了面，一切自有定论。其实见不见那人，我觉得也不重要，反正我现在也不宜见人。哟，你现在不宜见人，你现在这样自卑，不敢见人家。求求大人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说，哎，这桃花生得真好看，我给你摘2朵，旺旺你的桃花运。不要，真的不，哎。拜见世子殿下。辛苦2位师姐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是。我本想着再试一次，便不再纠结。我早该想到的，但看你遇到危险，我又忍不住。相思之毒，你根本没事，对吗？我确实吃了你母亲给的毒药，但我也在药王谷那里求得了解毒之法。只不过这一关过得没那么容易。你又骗我？不是骗，我在争取一些时间，让你远离这个纷争。原来我以为是我困住了你，到头来才发现是你一直困住了我。你赢了。
掌控之中。师从，难道你真的准备背叛兄长吗？如果你今天再敢往前半步，就不要怪我们不认兄弟。我只是怕兄长会后悔。我何时教过你们兄弟之间要刀兵相见？把剑给我放下！沈从有负兄长之命，请兄长责罚。你总算知道了情为何物，也总算知道了什么叫担当。成，他是，哎呀，草民见过皇子殿下，懂了吧？我总说自己高贵，我这个第一世子，哪儿比得过您这个皇子呢？我父亲沈泉是第7代影帝，也是魏云兰的第1个男人。当初魏云兰要谋朝造反，又怕我的父亲拨乱反正，就连同你的母亲，将我父亲杀了，还顺手屠了2万多人。不可能！我有先帝遗诏，上面写得很清楚，你的母亲和我的母亲，都是万恶之源。那你要这江山，是为了报仇？就算是吧。如今舒家失去了不少兵权，魏云兰也没了许多势力，但游戏成真了，他们也足够忌惮对方。我觉得差不多也到了兵戎相见的时候了。坐收渔翁之利，受教了。哦，我还没拜见皇子殿下呢。书成拜见皇子殿下。那你呢？你是要继续守护你爱的人，还是……我随兄长，但也会照顾好他。你倒是跟我一般谈。今夜过后，大局已定。就委屈你在这里先待一段时间了。这话听着真耳熟。你要不要也把我绑起来？这府内，乃至整个都城，甚至皇宫里，我都安排了人。哦，那我以茶代酒，提前贺你，贺你即将成为我大楚300年来第1个男皇。贺你？贺我？贺我成为第1个女后吗？没有什么男皇，只有一个新的女帝。你什么意思？这皇位我没兴趣，它是属于你的。你谋划的是让我当皇上？对。我受够了你提心吊胆，我不要你再左右为难，不要你再受制于人，更不要你再跪下向人请安。我要让你高高在上，任何人都威胁不了你。想不到你的嫁妆竟然丰厚到了一座江山。我更没想到，真正要篡位的人竟然是我自己。
我该说什么？谢谢你吗？待你登基之后，好好施展你的抱负，做个好皇帝。而我会永远站在你的身后。站在我身后。就像这一屋子的风筝，看似可以自由飞翔，却永远离不开后面的线。沈夜，我不想要这样的生活，我也不需要蒙逆而来的江山，就当它只是一个游戏，好不好？从我父亲沈全布局，再到余淮交给我，到了今时今日，你一定有办法的。没有，任何人都阻止不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。当初舒柔跟魏云兰造反，是因为他们对权力的渴望；如今他们兵戎相向，也是因为他们害怕失去权力。这是他们的天性，也是他们咎由自取。等到他们自相残杀完之后，你再来收拾这个残局。到时候所有人都会爱戴你，称赞你。若有不服的，我替你处置了。这样会死很多人，流很多血。忘掉死去的人，好好照顾活着的人，这才是帝王应该想的事情。我不要。你若是不要的话，便是任由别人毁了这座江山，到时候会死更多的人。那你该怎么选？是会死一些人，但也会救更多的人。这里有一份名单，这些都是朝中清流。若是以后要收拾残局，他们都是可用之人。好，那你好生休息一下，最多2日，你就是这大楚新王。好好准备你的登基仪式吧。事成之后，我会让暗庭消失，死生相依。我会守住这个承诺。你呢？朕杀不了你，也不会饶了你。我们舒家世代忠良，没想到皇上不分是非，竟要置我儿于死地。你回去告诉他，我只想救女儿，他不动我的女儿，我就不行万难之事。禀报大人，各部门已准备就绪，就待大人下令。传令下去，即刻出发。入城之后，将3品以上官员控制起来，若有人不从，杀无赦。遵命。等等，入宫之后，莫伤皇上分毫。是。见过母皇。
外面情况如何？回禀母皇，现各州人马要么被拦截在外，要么按兵不动。精卫营异动已现，东西2处城门已经被他们控制。还有呢？朝中重臣皆闭门不出，无人入宫。这是都在等一个结果呀。好，调动一切能调动的兵马，我们与舒家一决生死。记住，这大楚的江山是朕的，谁都别想夺走。禀大人，皇城内外已被控制，皇上也被困在此处。皇上是需要被保护的。是，禀大人，皇上也被护住。臣舒柔参见吾皇万岁。微臣请见圣驾。淑清，看到朕，为何不下跪？微臣甲胄在身，恐惊扰了圣驾，望陛下赎罪。深夜入宫，如此阵仗，所谓何事啊？臣自保。哈哈哈，竟然不是什么清君侧的理由，那你告诉朕，你为何要自保？既然陛下要对舒家动手，那微臣只有先下手为强了。笑话！舒家的一切都是朕给的，就算朕要收回，也轮不到你先放肆。请陛下信守承诺。朕也望你能遵从君臣之谊。朕如今要收回你的权利，你遵从便是了。既然陛下出尔反尔，那就莫怪臣僭越了。没想到，咱们还有合作的一天。我也没想到，我的底牌竟然是殿下您。你有能力扭转当前的局面吗？本宫也只有这么多人马了。
也只能是放手一搏了。殿下若是害怕，这点人马也足够保你安全离京了。笑话，我是东宫大皇女，我理应守着我魏家的江山。你都要放手一搏了，我还有什么好怕的？成，成，你没事吧？我们走。你不能跟我走。你这说的什么话？虽然我现在不是世家子弟，我也是大楚的臣民，而且我还是你的伴读，生生死死都要跟着你的。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我要把自己交给你。你大胆！这就是你忤逆的说辞。陛下放心，只要臣在，大楚无忧，陛下的皇位无忧。你是要让朕变成傀儡呀，淑柔。别看你现在占了都城和皇宫，但是秦王的军队马上就会包围都城，到时一战，你也生死难料。陛下不遵守对臣的承诺，但臣要遵守对陛下的承诺。魏云兰，只要我活着，这个皇位就一直是你的。若是我死了，那便是生死相依的承诺。就算到了阴曹地府，我也不会让别人欺负你。如此说来，你与朕都已经没有退路了。若你不做这个皇帝，我不当这个舒家的家主，也许结局就会不一样。传令下去，除了皇上之外，皆杀之，守住都城，等待援军。若是有人打着秦王的旗号反叛，皆杀之。是，敢问大人，皇族如何处置？当年你屠一半的皇族，也没有人敢质疑你。如今我再屠另一半，相信也不会有人再质疑我了。淑柔，朕早已诏令天下诸侯和各国皇族，你舒家谋反，天下人人得而诛之。既然你想让朕丢掉这江山，那朕就让这江山给朕陪葬。母皇，母亲，母亲，哎，殿下，大殿下，不用管我，别管我，你去做你答应我的事。罪臣舒城，不孝女舒城，见过吾皇万岁，见过母亲大人。成儿，这儿没你的事，你快回去。你倒是还认朕这个皇帝。成儿，你母亲反意已露，如果此刻你挡在朕身前，那相信全天下都会感念你的忠君之举。回陛下，忠和孝二字，如今已不是罪臣所看重的，甚至不在罪臣的心里。你胡说！我们舒家是忠君的。你若不想回府，就到城楼上去，替为娘挡住那些叛贼。母亲，请您收回成命，退出皇宫，退出都城。你这是要置舒家于何地呀？请陛下收回诏命。你这是要逼朕放弃江山吗？请你们止戈休战，请你们为大楚千万的百姓想想，为大楚千万的将士们想想，战事一起，会有多少百姓流离，多少将士不知为何而战，
这样手足相残，乃至生灵涂炭、恶殍遍野，真的是你们想看到的吗？那么多人命，终究抵不过权力来的重要吗？请皇上，请母亲大人三思啊！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！先帝遗旨。王子沈夜替天下讨逆，先帝遗旨在此。魏云兰实属逆贼，铁证如山，谁还敢为其效命，杀无赦。让你好生歇着，你就是不听话。你说的对，他们听不进去的。所以我才要让你做这个江山。我不要做这尸骨堆出来的江山，我不想变成他们那样。要坐稳这个位置，那必然是要流很多血的。坏人我来做，等你当上了皇帝，你再好好爱护你的子民，补偿他们。母皇，我会将你囚禁在宫中，一直到死。你杀了沈泉，那我便拿走你最重要的东西。你这个逆子！家主大人也好生休息，我会封锁这里，一直到你们双方的人马消耗殆尽。你们会看到血流成河，会看到毁灭，但你们更会看到重生。你们会看到舒城如何去做最好的皇帝。书生，长安！是谁放的箭？皇上，母亲，用我的命换所有人的命，好不好？沈夜，放下你的执念，好不好？我好累，带我回去吧。好。你们要争便争，要回便回吧。说要回去，也不说个去处。你这人总是这样。就像之前说的那样，沿江而下，
我陪你去南疆。让我想想，当初在南疆与我有过牵连的女子叫什么来着？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当时慕容婉清在哪儿？还有你那2个师姐，他们应该是躲在暗处，射了你一箭吧？中府血入，天宗血出，并不伤及内脏。可我还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情。江山、仇怨，谁做这个王位，都不及你重要。选择我也做了。先说南疆的那个女子叫什么，和你什么关系？我都说了，什么都没有你重要。我真的比什么都要重要吗？我只要你。那暂时原谅你了。